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第19章，有关圣洁甲正义的条例。上主阁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全体会众宣布：恁着分别做圣，因为我上主，恁的上帝是圣。恁逐个人拢着敬重恁的老母、恁的老爸。恁着守我的安息日，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毋通去杀我，去拜偶像，嘛毋通为着家己铸造神像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太精生献做平安祭予上主的时，着照规例献祭物，通予上主接纳。祭物着伫奉献迄日，还是假日食。到第三日，若还有剩，着用火烧掉。留到第三日的祭物是无清气。若有人食，伊的奉献就袂得着接纳。这个人拢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，因为伊亵渎献予上主分别做圣的物。迄个人着对人民的中间激出。恁修行五穀旁边的，毋通挂了了，落落来嘛毋通捡。修行葡萄毋通挽了了，落落来嘛毋通捡。着留予散赤人甲出外人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毋通偷摕，毋通诈欺，毋通讲白贼，毋通奉我的名就假抓来亵渎你的上帝的名。我是上主。毋通欺压你的同胞，毋通抢夺因的物，毋通甲工人的工钱留假暝，毋通诇骂耳孔无听见的人，毋通下物件伫失明的人的头前，害伊跋倒。着敬畏你的上帝，我是上主。恁审判毋通无公道，毋通偏袒散赤人，嘛毋通看有关系的人的面色。着照公道审判你的同胞，毋通四界造谣中伤人，毋通做伪证害死人。我是上主。毋通心内怨恨厝边，着诚恳指责伊的错误，才免为着伊的罪负责任。毋通甲你的同胞报复，嘛毋通扣现，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。我是上主。着遵守我的规例，毋通予无共类的精生交配，毋通将两款种子压伫同一区园，毋通穿两款布料质的衫。女婢还未受赎得到自由，毋过已经订婚。若有人甲伊私通，两个人着受刑罚。毋过毋通甲因处死，因为迄个女婢还未得到自由。迄个查甫人着献赔罪祭，牵一只绵羊犅来会幕门口做赔罪祭，献予上主。祭司着用赔罪祭的羊犅伫上主面前甲伊赎罪，迄个人犯的罪就得到赦免。恁进入迦南地了后，栽种逐种果子树，3年内着看遐果子树无清气，袂用得食。第4年所结的果子，拢着分别做圣，表示对上主的感谢。到第5年，恁通食遐的果子，互树通结较济果子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毋通食加血的物，毋通行法术，嘛毋通卜卦。边边的门毋通铁，喙手嘛毋通收。毋通为死人挂上家己的身躯，身躯嘛毋通挂字。我是上主。毋通侮辱你的查某囝，互伊做寺庙的娼妓，才免恁去拜别个神明，互即个地充满淫乱。恁着守我的安息日，敬重我的圣所。我是上主。毋通去找看亡的，嘛毋通去问动机倒头来拍拉散家己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伫老大人的面前，着徛起来，嘛着尊敬因，搁着敬畏你的上帝。我是上主。毋通欺负寄居伫恁的地的外族人，着对待因亲像对待恁以色列同胞，疼因亲像疼家己。因为恁嘛捌做外族人寄居伫埃及地。
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毋通用无公道的笑斗伢仔骗人，着用公道的伢仔帮仔甲斗。我是带恁出埃及的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着切实遵行我的规例甲命令。我是上主。